面对气候甲进口的威胁，议员林依婷伊伫学农去年甲今年新鲜蚵仔的产量比较，去年一天的产量大约是80斤，毋过伫咧今年4月份的统计，蚵农一礼拜才进出20斤，相差120倍。尤其伫咧风台的季节，市府应该建立风台的配套，互蚵农会用个提早拖入内海来劈农。每一冬爱伫咧风台期、伫咧静养期之前，甲因的摆仔对外海拖入来内海，甲因的蚵仔来收成。咱去年就安尼做啊？是，咱有安尼做，但是呢，咱并无一个例行性安尼做，咱变成这的科农，他们必须要每年去想办法找人找解方来处理这件事情，因为因若是要顺利甲因的摆仔对外海拖转来，他们的蚵棚在外海，也袂堪咪用安尼拍的话，因的摆仔因的损失，甚至这些摆仔被打碎之后，还破坏了海洋的环境。对于您提到科农的诉求，我们会尽快来处理，而且这个是合情合法又合理。为了照顾农渔民，议员除了要求市府伫咧行销农产品的时，对着渔产的部分嘛应该一视同仁。另外，伫渔民财产的部分，虽然海洋渔业资源是共享，不过议员嘛时常接到渔民的တင်情，因为无同的渔具产生的冲突，伫咧渔工所的人员配置不足的状况，却放任渔民甲蚵农的对立。议员表示，市府是一体，如果现有的人力不足，农业局或者是发展单位嘛应该来支援。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。